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若曦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除咗我而家係一個 YouTuber 之外，我亦都係一個 Grade 10嘅學生。而家已經係2022年嘅2月啦，咁所以咧學校開始進入下學期咧，功課量係明顯增加咗嘅。我認為如果喺呢個時候我仍然將拍片同學業擺埋一齊咧，呢個情況我應該聆聽唔到。咁所以咧，嚟到加拿大，即係功課量微增之下，而家我要同大家拍一條片，做一個小宣佈，去到暫別。暫別嘅時間可能長亦可能短，當然我自己都希望短。咁但係長嘅話，我有機會去到暑假嘅時候，先至會能夠再一次呈現喺鏡頭面前，同大家分享多倫多嘅生活日常。當然啦，喺social 上面、YouTube 上面咧，處長呢 live 我會繼續睇啦，而且我亦都繼續有時間去做呢啲嘢，但係即係我如果拍片嘅機會就微啲，拍片有機會繼續拍，但係出片就絕對會疏啲㗎啦。